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初9，诗篇104篇14节安尼讲：伊予草发生，予精生通食，摇菜踅，做人的路用，予食物对地而出。三甲来祈祷，予精生甲人拢通食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伫旧历年的落尾，阮厝内的人自责为累，三甲来数算这一年的稳定甲经过。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主啊！虽然过去一年充满艰难甲挑战，总是你的手无离开阮，你犹原时刻固守保护阮，甲阮三甲伫地。主啊！新的一年，愿阮的生命甲你深深结连，愿阮的所行遵探你的旨意，愿阮的所做得你的欢喜。主啊！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予阮一生献予你，因为你予草发生，予精生通食，摇菜踅，做阮的路用。予食物对地而出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